所以我想大家都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最近比较热门的这个《寄生上流》这部电影哦，那其实讲的就是说一个家子整个进到了另外一个家庭里面哦，那不管是从所谓的这个老师、家教、司机，然后到管家，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华航的事件也是如此哦。就除了所谓这个食烟事件非常重要以外，我觉得外界也应该要关注所谓华航现在这个民进党派系大举入侵华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从我们昨天讲到了，不管是包括所谓的这个曾经当过邱一伦国安系统高层的这个罗阳美啦、邱莹的弟弟啦，过去我们曾经提到就民进党的这个立法委员谢欣妮啊，那他是在华旅。或者是你看，像我这边还有列了好几位哦，像华厨的董事长陈忠义，这是民进党的前立委，而且也是桃园这边的前立委哦。那航勤的董事长郭荣忠也是民进党的立委，然后虎航的董事长张宏忠，他是前台南市长我们独派大佬张灿宏的侄子哦。那华夏航科的这个董事长赵麟，他是陈水扁的同学。那甚至我觉得最离谱的是，现在华旅的董事长从过去的这个谢欣妮已经换成这个去年9合1刚落选民进党的这个中执委，而且他是属于这个谢系跟所谓海派系统的这个中执委哦。那周凌文去年9合1刚落选，那今年就到所谓的这个华旅接任董事长。那华旅的董事长年薪大概300多万，所以我在看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在有名字。讲得出来，这些人大家提得到的，大家都知道他是民进党党籍的，还不包括过去他们的助理，甚至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助理、秘书，甚至司机这些，是不是也一起全部都进了华航？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说，除了昨天的《寄生上游》第1集以外，今天是《寄生上游》的续集，也就是民进党其实全部都安排好了，整个派系现在在华航里面到底有多少人？我们在这里。把大部分的名单公布出来，我们也希望很多的民众，如果你更知道详情的，你也可以一一的我们来把它揭露。